台南的后壁区农会推出这种 Q 版、古锥版的喙罨，喙罨面顶就印着后壁区3种徛头名的农作物，包括稻米、香瓜甲兰花。只要来买米，就送喙罨，要来推广在地农产品。 你敢知影台南后壁区3个第一个农作物，答案是赤仔、芒仔瓜含兰花。因为赤仔是全国第一大产区，有台湾米厂的名号，佮有产量第一个香瓜，含世界3大兰花嘛伫咧后壁区，所以后壁农会将这3项代表性的农作物印伫咧喙罨。 咱后壁区农会即马杀出咱的限定版口罩，因为阮后壁区农会吼是全台湾上大的米厂吼，是3200公顷。为着要推广优质好米，后壁区农会推出，民众若是来农会买米，就送这限定版的喙罨，买一包就送一个，送完为止。所以希望讲吼，民众来食好米，所以讲阮农会特别特殊讲吼，咱来买一包米就送一个口罩，买2包就送2个口罩吼。民众若是想要摕到喙罨，欢迎来到后壁农会买相关的农特产。 得当将这个有代表性的喙罨炸灯收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